醫療技術發展日新月異，但癌症仍然係香港嘅頭號殺手，而治療癌症嘅過程亦仍然相當漫長及煎熬。根據醫院管理局資料，香港每年有約15000人死於癌症，佔總死亡個案近30%。雖然遺傳基因、人口老化、環境污染、不良生活方式等都係致癌因素，但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，煙草使用造成全球25%癌症死亡，遠超其他可改變嘅風險因素。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已經將煙草以及煙草煙霧列為第一級致癌物。煙草以及煙草煙霧中有83種已知致癌物質，包括18種第一級致癌物、15種第2A 級致癌物，以及50種第2級致癌物。當吸煙者每吸一口煙，致癌物等有害化學物會進入口腔同埋呼吸道，再經由肺部進入血液循環，入侵全身器官。我哋身體嘅器官同組織都係由細胞組成嘅，而細胞會按照 DNA 嘅遺傳指令去調控生長、分裂、修復及死亡。吸煙嘅時候，致癌物會同 DNA 結合，損害 DNA 嘅結構。健康嘅細胞會嘗試修復受損嘅部分，否則就啟動自毀程序，以避免癌變。但係當吸煙嘅傷害超過咗修復極限，受損嘅 DNA 仍然持續存在，就會令細胞複製 DNA 以進行分裂時持續出錯，形成永久性嘅基因突變。當突變不斷累積並發生喺關鍵基因時，可令異變嘅細胞失控地分裂增生，繼而演變成癌細胞，更加攻擊身體其他部分。有人會覺得吸煙咁多年亦都相安無事，因而輕視吸煙嘅害處。事實上，癌變過程可以長達數十年，累積嚴重損害。即使身體表面望落正常，但致癌物正在不斷侵蝕細胞同埋器官。持續吸煙就好似點火，引爆體內嘅隨機炸彈。現時醫學證據已經確定，吸煙同口腔癌、喉癌、肺癌、胃癌、大腸癌、膀胱癌等至少16種癌症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。由呼吸系統、消化系統、泌尿系統、生殖系統以至造血系統，幾乎所有器官都無一幸免。有人指吸煙係個人選擇嘅生活習慣，但實際上係可以令自己甚至身邊人承受不能避免嘅健康代價，而且傷害會隨時間不斷累積。要有效預防吸煙致癌同埋其他嚴重疾病風險，唯一而必須要做嘅就係戒煙。戒煙之後，身體會立即啟動修復機制，而且戒得越早，保護作用越大。